慈心亭民乐园。再换那个屋啊，从琉璃的改成铜片头。哦，这个叫玉兰花，有兰花，玉兰花，香香的玉兰花，有兰花。好像好像。日本的大寺庙呢，台南白河大仙寺的屋啊，那用那个铜片呢。这以前的临时佛堂。孔雀开屏喜事临门。